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12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到第7节，以赛亚书66章7到11节，路加福音第13章31节到3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哀哭到喜乐。以前校园诗歌有一首曲子叫做《我心忧闷吗》，歌词是这样写道：我心忧闷吗？不不不，我心忧闷吗？不不不。苦难来临或苦难消无，我信靠耶稣就有平安。我心忧闷吗？我心忧闷吗？不不不。是的，人生难免有苦难，有悲伤，有困难，但若是依靠主耶稣，我们就必有平安。以赛亚书66章的经文，先知用这个妇女临盆的阵痛来形容苦难，但他同时也传递了上帝的救恩是不需要经过这样的阵痛的。上帝应许圣城将要在1天之内生下来，不需要长久的痛苦才建立起来。以赛亚书66章第10节，先知这样说道：你们要跟耶路撒冷一同欢乐，凡爱这城的人都应该为他高兴。你们曾经为他悲伤的人，现在要跟他一起欢乐。你们要享受他的繁荣，正像婴儿在母亲怀中吃奶。大卫的诗篇30篇11节到12节这样写道：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，好叫我的灵魂歌颂你，并不住声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，直到永远。大卫的诗篇提到他的生活看似凡事平顺，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。人在这种自傲自高的这种情况之下，反而会看不到生命当中的动荡不安。可是大卫他并没有忘记上帝在他的错误当中饶恕了他，也在他的困苦中已经将他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因为他记得在苦难中倚靠上帝，上帝就将救恩再一次的赐给了他。因此我们也要学习在苦难当中怎么样去全心的倚靠上帝，如同先知以赛亚他也这样子提到：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
赐华冠于锡安，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，叫他得荣耀。在新约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，我们看到有几位法利赛人来警告耶稣基督，他们告诉耶稣，希望他能够赶快离开，去逃避希律王。他们说，你得离开这里，到别的地方去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但耶稣却回答他们说，你们去告诉那狐狸，你瞧，今天和明天我要赶鬼治病，第二天我要完成我的工作。虽然这样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我必须向前走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被杀是不对的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杀了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了上帝差派到你这里来的使者。我多少次要保护你的子女，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，可是你们不愿意。瞧吧，你们的家园将变成一片荒凉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从此再也见不到我，直到你们说，愿上帝赐福给奉主名而来的那位。这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一个记载。因为当人们高傲，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救恩，我们看到就连那个代表以色列所谓的本土政权的希律王，他也不接受上帝的启示与救恩，背离了上帝的真道。耶稣基督表达了上帝爱世人的心不改变。他说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我必须向前走。耶稣又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杀了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了上帝差派到你这里来的使者。我多少次要保护你的子女，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，可是你们不愿意。瞧吧，你们的家园将变成一片荒凉。像在这样的一种死寂、没有生命的状况下，也正如同大卫他常常祈求上帝不要向他掩面，让他失去生命一样。那反过来说，一旦我们回转向上帝，上帝也就必再一次的赐下怜悯与救恩，让我们的忧伤可以变为喜乐，让我们的苦难变为跳舞。我们要一起来读诗篇80篇第1到第7节。以色列的牧者啊，你领约瑟后代如领羊群一样，求你垂听我们。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主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
玛拿西面前，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求你来救我们。上帝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得救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你不满你的子民的祷告要到几时呢？你使我们的拿眼泪当饭吃，给我们喝一大杯泪水。你让邻国在我们的领土上征战，我们的仇敌任意的愚弄我们。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得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恳求上帝赦免我们无意中的错，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无论遇到任何的境况，都能够与主来相连结。特别在所遇见的困境，仍然能够全心依靠主，因为主的保守可以使我们从哀哭中得到喜乐。感谢上帝，奉主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